唔少人都會趁住暑假出外旅行。今次我又分享下上年由倫敦搭巴士去到法國嘅巴黎，重點就探索下其他未去過嘅城市，分別係 Troyes、特魯瓦、Dijon、蒂容、Annecy、安錫同埋第三大城市里昂，全程都係以巴士同埋鐵路連接。究竟今次嘅行程會帶嚟咗咩嘅風景同回憶呢？喺法國靚景之前，記得訂閱我哋，撳鐘掣、like 同 share 呢條片，仲可以用 Super Fans 贊助呢個 channel。好，準備起行。今次我由倫敦出發，用咗33磅搭 FleetBus 巴士，原定由夜晚11點幾由 Victoria Coast Station 出發，去到巴黎就係大概係中午12點。點不知一開始就已經出現大 delay， 結果差唔多等到1點半先出發。之後我哋同埋架巴士就會搭船橫到英倫海峽，去到法國。中途咧就遇上塞車，搞到最後尾要2點幾先到達巴黎嘅市中心。去到巴黎，當然睇下重建嘅聖母院，裏邊咧依然宏偉，但係變得新淨同埋光猛，同以前比較就少一啲歷史感。當然唔少得巴黎鐵塔、羅浮宮呢啲熱門景點，相信大家睇過無數次。哇！反而呢個2024年巴黎奧運嘅奧運聖火球，佢咧就擺咗喺呢個嘅杜樂禮花園，算一個新嘅景點。大家可以去完羅浮宮之後行過去影下相，跟住先係我哋影片嘅主角，我哋同大家去下幾個唔同嘅城市。我哋巴黎出發搭 coach 去到特魯瓦，法文讀音就係 Troyes， 同佢數1、2、3嘅3一樣讀音。一踏入市中心，感覺就可以穿梭去返16世紀。成條街佈滿住非常完整嘅彩色木屋，佢哋建築得非常之特別，有啲歪歪斜斜咁樣，加上配上五顏六色，都有少少行咗入去童話世界嘅感覺。之後我哋行咗去一條叫做貓之小巷嘅地方，呢度係一條非常之古老嘅窄巷，窄到兩邊屋頂都幾乎可以掂埋一齊。據說以前啲貓貓呢就可以喺呢度輕鬆咁樣跳到去對面屋頂。另外佢哋嘅玻璃彩繪非常之出名，尤其是陽光照射之下顯得更加靚。所以有時間記得行下佢哋嘅教堂同埋主教堂啦。除咗呢啲古舊建築之外，呢有個幾特別嘅噴泉，前面擺上咗心形嘅雕塑，都幾值得影張相留念嘅。第二日我由呢度搭火車去到勃艮第嘅首府 Dijon 蒂容，呢度同 Troyes 感覺好唔同。
大部分嘅建築都以米色嘅石灰岩建造，成個市鎮顏色比較統一，帶嚟呢一種古典美。喺度觀光咧就絕對唔怕蕩失路啦，因為佢有一條官方推介嘅貓頭鷹路線。我哋睇下地下上面裝住銅製嘅貓頭鷹徽章，佢哋每一隻都有編號，跟住佢哋行咧就啱噶啦。而喺呢個13世紀建造哥德式建築嘅聖母院，外形更加非常獨特，感覺既莊嚴，亦充滿住幾何美學。而外牆旁邊嘅一個牆角，就會見到呢隻俾遊客摸到滑晒嘅石雕貓頭鷹。傳說我哋用手摸住佢許願，就會成真噶啦，所以成為咗必到嘅景點。之後我哋去到中心地帶，勃艮第公爵皇宮。除咗皇宮嘅建築好靚之外，佢嘅半圓形廣場亦都非常之大，喺度感受到公爵嘅氣派。有時間就要買飛上去呢個 Philip the Good Tower， 由高空俯瞰成個市鎮。而 Dijon 最出名嘅就係佢哋嘅芥末醬。我哋去咗呢間百年老店，睇到佢哋可以釀製啤酒咁樣，將新鮮嘅芥末醬由橡木桶裏邊裝入去呢個玻璃樽。佢哋仲調配咗唔同嘅口味，全部咧都要俾我哋試食。一樽咧就大概3點幾歐羅。亦都有啲套裝可以做手信。呢度亦都係法國菜紅酒燉牛肉嘅發源地。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喺呢度試下最原始嘅味道。幾日嘅行程其實都有啲攰，我要揀一間非常之合適嘅酒店入住。原來一座古老嘅修道院同埋小教堂改建而成嘅，但係裏邊咧嘅設備就非常之現代化。而且咧都幾舒服，最重要咧就係可以 book 呢個嘅 spa， 係一個小房間，裏面有 steam room， 仲有唔同力度嘅按摩花灑，加埋儲水大水桶。去完蒸汽房之後，可以一下咁樣淋呢個凍水落身，非常之爽。每間房嘅住戶可以 book 45分鐘享用。喺我哋呢個咁緊湊嘅行程途中舒緩一下，我覺得係絕對值得推介嘅。下一站我哋就會去 Annecy， 我哋事前咧就 book 晒唔同嘅酒店，之後先安排接駁交通。點不知就出咗呢個問題啦。原來 Dijon 同 Annecy 之間係冇直接嘅巴士線嘅，所以我最後尾就先搭車去到里昂，再轉另一部巴士去 Annecy， 變咗用多咗時間。而且我哋之後咧仲要行翻回頭路。幾個鐘之後，我嚟到 Annecy 安石呢度啦。雖然搭車有啲攰，但一去到佢嘅市鎮中心，就已經俾佢嘅靚景吸引咗。幾日之前就喺 IG 見到張好靚嘅相，一條河流中間夾住一個三角形嘅建築。當時我已經好希望可以去到呢個地方，所以今次嘅法國之旅一定有佢份。呢座位於河中央嘅三角形中世紀建築叫做島宮，以前居然係一座監獄，而家咧就係安石區裏邊最經典嘅打卡位。企喺度俾一種非常之難以形容嘅感覺，佢配合埋河邊嘅其他建築，佢優美睇出嚟就好似一幅畫咁樣樣，一見難忘。另外當然少得行過啲嘅安石湖，佢可以話係全歐洲最乾淨嘅湖泊之一。佢清澈見底嘅藍色湖水，加上佢背後襯托住遠處嘅阿爾卑斯山群，見到呢個咁靚嘅大自然風景，就令我哋感覺到心曠神怡。夜晚我哋再穿梭市鎮裏邊嘅橫街窄巷，每一個角落唔同嘅角度都映出美景。
我哋都要行上山，喺佢嘅城堡外邊影下相，更加可以喺呢個高處搵到成個鎮嘅風景。路途之中亦都搵到非常之多嘅靚角度，影相一流。呢個咁靚嘅市鎮，真係可以令到我哋忘卻煩囂同埋疲勞，投入呢啲風景之中。去到旅程嘅最後一站，我哋由安斯搭返巴士去到法國第3大城市里昂。喺呢啲大城市最方便就係搭公共交通工具，無論你搭幾多次都會有一個 day pass 嘅價錢。我哋除咗搭地鐵之外，仲搭咗呢個8年嘅纜車，去到山頂上邊嘅聖母院。呢座外觀白色嘅聖母院裏邊，竟然充滿住閃閃發光嘅金色壁畫，非常之震撼。裏面仲有大量嘅雕塑藝術品同埋歷史文物。唔單止咁樣，行去佢隔籬就有觀景台，可以俯瞰成個里昂嘅城市。之後行落少少，就到咗佢嘅古羅馬劇院遺址。呢度咧有部分就破舊咗，喺呢度影相有少少廢墟感覺。而下邊仲有呢個大劇場，喺度而家保留得非常之完整，甚至乎咧仲可以做呢個表演場地。喺呢個古羅馬嘅遺跡中間睇表演，會特別唔同啲呢？最後唔少得嘅就要去里昂嘅舊城。喺呢個舊城區裏邊有非常之多嘅秘密通道，原來佢哋就係文藝復興嘅時期，絲綢工人為咗唔想日曬雨淋，佢哋整咗好多啲秘密嘅通道作為運送絲綢。而穿過呢啲咁暗嘅走廊之後，突然之間就會到咗一啲好靚嘅中庭，感覺就好似穿梭於唔同秘境之間。如果你係電影迷，就唔好錯過呢個電影模型博物館，入邊咧擺放咗好多荷里活嘅電影道具。仲有唔同嘅微縮場景，將觀眾由銀幕帶到嚟現實世界。雖然一路上風景係美不勝收，但我哋行程都遇有啲麻煩。首先去到大城市，就一定要注意小心扒手。我表妹就住喺里昂呢度，當你行去地鐵站嘅時候，佢特別提醒咗我哋，例如留意邊幾個人，佢哋通常3、5成群，其中一個就會行近目標嘅身邊，而佢啲同黨就即刻做啲行為令到大家分心。雖然有東道主幫手，但係我哋都有長輩喺車站嘅電梯入邊中招。當時同 lift 嘅有另外3個女人，佢哋借故咁樣不停咁樣撳門掣，一開一閂，討論應該撳邊個掣，從而令到長輩分心。佢哋又借機喺呢個時間偷咗其中一個 auntie 嘅銀包，發現嘅時候已經太遲，佢哋已經逃之夭夭。最後我哋去咗警局報警，但人流非常之多，所以警察最後建議我哋上網報警，從而咧可以 claim 翻保險。另外我哋訂咗其中一間 Airbnb， 但係咧就遇咗一個非常之奇怪嘅事件。去到嘅時候啲門匙俾人攞咗，最後發現我哋本身租間房係俾人霸咗嘅，住咗另一個家庭，
雖然屋主咧就話俾另一間房我哋，但我哋發現成間 size 都細好多。好彩我哋其中一個 auntie 係識法文，佢用法文直接同房東溝通，最後擾攘咗個幾鐘之後，我哋咧可以攞翻我哋原本入住間房。不過由於之前嗰間人有小朋友，佢食嘢食到成屋都污糟晒，所以最後我哋都要自己清潔，先可以舒舒服服咁樣住一晚。而經過阿姨同房東周旋之後，最後都可以俾翻少少房租俾我哋作為補償。雖然咧我哋真係遇着呢啲突發嘅情況，加上交通咧亦都有啲轉折，但係呢啲小插曲可能正正就係旅行最特別、最難忘嘅回憶。我哋由倫敦出發去巴黎，再穿梭喺法國唔同嘅小鎮同城市，行程雖然緊湊，但係帶俾咗我哋好多開心嘅畫面，成為咗非常之珍貴嘅回憶。你哋嘅暑假又 plan 咗去邊度玩未呢？唔知睇完呢條片之後，有冇興趣去下呢幾個地方玩呢？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，啱睇嘅記得 like、share， 最緊要就訂閱埋我呢個 channel。堪記士多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